大一点点。那我拍纪录片很意外，因为我放假会习惯跟别人去拍照，然后我是绕，有路过，因为我会去观察一些乡间的一些小东西，然后我就绕，看看，那个阿嬷在干嘛？那我就下车，因为乡下人很热情，你过去坐下来去跟他聊天，他不会觉得你奇怪。然后我就说，我也是高庙人，然后妈妈你好，我就这样，然后他跟我聊天，然后聊，我发现原来她的丈夫是一个，是一个做盾牌很老的国宝级，然后我就觉得，我在高庙这么多年，我居然不知道这东西，然后我就想一想，那因为我看他们很老，跟我阿公阿妈差不多年纪，还有我帮他们做一个影像的记录好了，不然连我自己是高庙人，我都不知道我们地方有这么大的一个国宝，那别人怎么会知道？所以我的出发点我就先跟他们聊天，聊完之后我就说，我跟你们做个一个今天好不好？然后我去拍做盾牌这个手艺，然后可是他几乎现在都不做盾牌，他很老了，然后他是特别的让我可以，就是让他再做一次盾牌，让我再做一次拍摄，然后他特地做手拍，这是一个很意外的一个创作过程，大家要注意的是，你要根据相片照。那大家现在有没有问题？要不要先问我们这样？有吗？家里还有，再回到历史。